歡迎大家嚟到一個放鬆身體嘅冥想練習。呢一個係一個改善腸胃不適嘅練習。而家就等我哋合埋眼睛，揾一個舒適嘅姿勢，坐喺凳上面或者瞓喺床上面，將雙手放喺肚腹嘅位置，然後深呼吸幾下，集中聆聽自己嘅深呼吸。當你深深吸一口氣，保留住呢一口氣幾秒，1、2、3，然後呼氣，1、2、3，你會更加感覺到呢一啲緩慢而輕鬆嘅呼吸節奏。繼續保持住緩慢而輕鬆嘅呼吸節奏，你可以慢慢逐步放鬆，越嚟越放鬆。呢一刻，請你深深吸一口氣，保留住呢幾口氣幾秒，然後呼氣，吸氣，1、2、3，然後呼氣，1、2、3。聽下房間裏面嘅一啲細緻細微嘅聲音，你要更加留意到呢啲聲音帶畀你嘅身體嘅反應。會唔會覺得身體有啲凍或者暖？有冇一啲身體地方感到不適？等一陣間，你可以將雙手再慢慢從肚腹嘅位置放落嚟，你再深呼吸幾下，吸氣1、2、3，呼氣1、2、3，好好咁樣感受暫時放低嘅感覺。呢一啲感覺令到你嘅身體越嚟越放鬆，甚至帶領到你聽到關於自己鍾意嘅聲音，就俾自己好好咁樣去聆聽呢啲聲音。呢啲聲音可以有啲正面嘅提示，你覺得足夠，你覺得明白就得啦。而家我將會慢慢由1數到10，我每數一下，你就會逐步清醒，慢慢張開眼睛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當你聽到10嘅時候，你再做幾下深呼吸，吸氣1、2、3，呼氣1、2、3，吸氣1、2、3，呼氣1、2、3，嚟到最後一次，吸氣1、2、3，呼氣1、2、3，然後你喐下你嘅手指、腳趾同埋頭，然後你慢慢咁樣清醒落嚟。希望你有美好嘅一